怪啊！啊，这时间都到啊，啊哪会拢也无人来？阿妈你在等啥啊？啊，都阿嬷迄阵台语读册会的朋友啊，啊大家约好吼，要伫遮同齐来读册会。读册会？你唔是讲要带我出去佚佗，哪会要去台语读册会？读册会嘛，真好耍啊，会当拿读绘本，拿学台语。真正的哦，足赞的哦！我小介意甲阿嬷做伙读绘本。哦，歹势啦，我慢来啊啦。哦，无要紧啦，你还是算第一个呢。哈，我头一位哦。嘿啊。嘿，啊，村的人是安那，啊，拢还未来啦。啊，你搁咧讲别人，啊，你嘛是共款。诶，人我是嘟嘟啊好教，嘟嘟好啦。歹势歹势。路费无要紧啦，慢教总比无教好。无啦，我是要来请假的啦。啥？你要请假？啊是啥物代志啦？啊，就吼，阮兜迄只狗啊咧闹屎啊，啊我来带去互医生看啊。啊，狗仔闹屎，你就互去个药草啊食食就好啊。哦，袂使啦，迄狗仔毋是土啊，啥物草啊食食就会好。而且吼，伊是我的心肝宝贝呢。阮两个已经到底12年啊，伊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嘛无想要活啊。好啦好啦，啊吼，你后摆爱来呢。好，再会。唉，无法度啦，即个人吼爱狗吼，敢若咧爱囡仔同款啦。啊，真正是吼。你听到你紧张呢？你看嘛。阿姨啊啦。喂，阿姨啊，你哪会还未来？啥？你的猫啊毕业，读册会要请假哦。这，好啦，啊你后摆爱来呢。唉，咱会愈来吼，愈侪人请假啦，真怨气哦。哎呦，啊金城你哪吐大气啦？心情无好哟。嘿啊，阿妹啊，你来啊！我本来吼心情真好啦，不过吼拄则一直接到吼读册会，大家拢要请假。嘿，那传染病的呢，这个请，那个请，唉，即嘛请假愈来愈多哦。那讲吼，大家对学台语学甲咧深啊，无趣味啊啦。啊，无咧火烧厝哪有趣味？迄咱人吼拢是安尼啦，头小小，尾零零。讲这个人吼是走到无耐性的啦。那你现在凊彩请假，Q 处理。好啦，阿妹啊，你别气噗噗啦，行啦，咱来先来去读册会。小等一下啦。小等一下，啊是素兰要搁出家晓？唔是啦，都迄个，我今日是要来请假的啦。啥？你要请假？哦，阿梅啊，啊你拄则讲别人讲到嘴甲全泡，啊无即马是安那？啊即马是换恁兜的鸡啊，还是猪啊？有啥物问题哦？无啦，就阮兜迄只牛有无？牛。啊吼，最近白了伤慢啦，我足烦恼的啊！哎哟，牛本来就白慢啊，伊若白紧，啊这是奇怪咧。哎哟，你唔知影啦，迄只牛吼，对我10几年啊，伊是我的闺蜜呢。哦，我袂放心啦，我一定爱带伊来看医生啦。我先来啦吼，后回我一定来吼。好，拜拜，阿妹啊，拜拜。我吼足无简单的啊吼，伫咧咱社区找一寡朋友，做伙来成立一个台语的读册会。啊，要来推广台语，毋过最近吼，那个愈来愈侪人请假。莫生气。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，你要不要回来？你要不要回来？煞去啦！我看吼，咱先来去读册会啦。英静啊，今仔日吼，咱的台语读册会要做台语绘本，你有炸皮卡丘无？皮卡丘？皮卡丘？
小朋友要去上学，去读书会，你带什么皮卡丘啊？这不行的，这怎么会学得好呢？什么不行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自己刚刚自己说的，我虽然听不太懂你在讲什么叽里呱啦的，但是你明明叫他带皮卡丘去上学的，这不行的。我哪有叫伊搭皮卡丘？你明明就有，刚刚说的。啊哈哈，唔是啦，我是讲阮今仔日吼，第一课要上绘本啊，爱搭皮卡丘是，唔是皮卡丘，是皮汉楚。哎呀，笑死啦！哎呀，那你讲这样我就听得懂了，你讲国语就好了嘛。是啊，那我讲我的母语袂使哩。不是啊，你这样人家听不懂，会误会的呀。误会，啊误会就要互相包容、互相学习吧。啊，袂晓的就学甲会晓的呀。哎呦，拜托，你叫我学台语啊？你要我的命啊？这不行的，不要。什么不行？你若无学，迄是你的损失啦。我的损失？怎么说是我的损失啊？你倒说看看。每一种语言吼，拢有伊的文化。咱的台语吼，关关家家唱歌声，讲的比唱的搁较好听。哎呦，说的像真的一样。那你倒说几句来听听看吧。好，中华古名叫半山，有山有水人文啊。哟，想不到用台语来念诗词，还这么好听，这么优美呀！哎呦，我嘛会晓唱呢，我嘛来唱一个。一府二鹿三艋舺，古早到今有名声。我嘛会。南来北往山海线，拢爱经过咱中华。哟，太棒了！听你们三个这样念啊，原来台语还可以这么优美的念啦！以前呢都不晓得台语这么难学，都懒得学哎，现在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哎。这马学吼嘛袂慢呢。是啊，每一种语言哦，拢有伊的文化甲传承，这就是母语重要的所在。母语的重要啊，对啦！我会记得伫学校老师有教解过母语的重要哦。佮讲，母语这个观念是真无简单教会，所以每一年2月21日定做世界母语日，提起大家讲母语的重要。哎呀，什么是世界母语日啊？伫1952年2月21日。迄当时孟加拉予巴基斯坦管理，当地学生发起。吼，有一个做好胜过使学台语的所在啊，当然爱对好着的。好，安尼咱大家做伙来。
欢迎大家来到台语文创意园区。园区有多元的场馆设计，透过趣味的互动游戏，让大家学习台语。因为台湾经过国民党时代迄个国语政策啊，整个国语运动，必须将台语。客语、原住民语，本国的语言拢受到足大的这个打压。过去的历史，我想大家拢知影。第四这本国的本土的语言，差不多强要消失去吼。连联合国都甲咱发出讲咱拢有咱的这语言拢有一个流失的一个危机。咱家己伫本地，其实咱嘛家己知影。特别是即摆少年囡仔。可能就听无台湾话，中阶层的遮吼，30、40岁遮，嘛差不多是可能会晓听，但是嘛袂晓讲吼。所以阮感觉讲，这实在是包括国际嘛已经看到咱的危险，阮家己嘛有感觉到这个危险，所以我伫无担当公职以后，我设立这个关怀文教基金会，就来全力来要紧，大家较无去注意，感觉无要紧的，但是实在是上要紧，因为这就是整族群的文化的基本的这个价值。所以我认为这检测一般人无去注意到伊的重要性，但是这其实是上界要紧的这个命脉啦吼。所以我怎安尼全力伫咧推动，而且早期是对这个台语演讲比赛推动，然后阮感觉安尼无够。再去开始这个书记的这个文化营，对一天变2天，一队变2队，一梯变2梯吼，一年变几落百个囡仔吼。大家演讲比赛嘛是几落百个，但是阮感觉讲，这东西是难珊珊所以到尾这个完全伫咧办文化营的时阵，就借用这个炮兵营区。这是我做馆长的时阵收到倒来的营区。而且，阮对3间教室、到5间教室、到8间教室，到第1排、到第2排，安尼规个来推动这个台语文，毋是干那台语尔，阮认为连这个台文，因为有文理才会当通流传，才容易。若无干那用嘴讲，当然是比无较好，但是台语，佮包括台文。拢会当有真好的这个艺术，咱各方面拢做伙来推动。所以有咱这个台语文创意园区，即摆已经超过10几万人来过咱这个园区。咱遮会使讲是就是开辟一个友善的环境。希望大家入来到遮，会当听到真水的台湾的歌谣，会当讲拢伫足自然来讲咱的台湾话。大家会当互相来沟通，拢用台语文会当伫遮唱歌，会当办活动，会当演习、讨论演戏。会当看电影，会当播歌戏、播布袋戏，甚至咱阁有灶骹，会当大家做伙，而且用咱家己的本国的语言，做伙来煮好食物啊！我想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的交谈，就自然用咱家己本国的语言。这个我想对家庭，对社区、对社会，包括政府。规个社会拢是友善本国语言的一个国家，我想安尼大家会当更较生活、更较自然、更较轻松、更较快乐，发展会更较好。这是阮需要大家做伙来推动，做伙来要紧，阮想讲一定会成功。